請你相信，你曾經失去嘅一切都會以另一種方式翻嚟。人生係唔會有白受嘅苦，所有嘅痛苦嘅背後都會隱藏住一份好特別嘅意義。當你自己覺得走到谷底，恭喜你啦，即係你點走你都會向上啦。所謂嘅無路可走，其實就命運喺度提醒緊你，係時候要開闢翻一條自己新嘅道路。呢一個唔係絕境，而係你要去脫變嘅開始。生命中每一件事，無論係成同埋敗，都絕非係偶然。呢一啲咧都係上天俾你嘅鍛鍊，其實都係為你呢一份嘅天命做好準備。你知唔知咩叫做天命不可違啊？如果你想知道咩叫天命，你就要學習道法啦，從你個根本改變自己嘅命運。記得分享同埋留言，順應天命，老師會協助大家。記得 WhatsApp 我啦。